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初5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有台湾人去到澳洲做临时工，却因为钱赚无够，和头家要求讲要发生关系来抵消。美国B-25轰炸机飞入到台湾飞环情报区，国防部表示讲拢有在注意。去年伫城大涉林的摒扫工人杀死查甫研究生的命案，在今仔日一审宣判无期徒刑。讲到咱台湾人，真侪人拢去到澳洲，讲是拍工度假的临时工经验。不过也发生讲有查某囡仔互强逼讲爱发生关系来换工作时错案件。外交部表示讲，这是去年的案例，这8个台湾人当时拢无甲驻外管处直接。外交部也讲会找澳洲政府来了解情形。台湾有真侪少年人去澳洲做临时工度假，赚到头一条大条钱，嘛体会人生。啊，毋过其实嘛有真侪危险。外国媒体每日邮报引用澳洲一间大学、访谈澳洲工会联盟等等的单位，做出一份报告，指出有8个台湾女性去年去南澳洲一个过境来做临时工度假，却叫负责人强迫出卖家己的清白，那无得要甲因安排工作时间，互因来付储蓄生活费。其实这个案例是发生在去年2018年的时候，那这个案例是最近因为澳洲的另外一个大学他们做出的一个报告里面被刊载出来哦，所以就引起相关的这个讨论。但是当时案发的时候，这几位国人并没有跟我们驻澳洲代表处来联系哦。那目前已经都离开了。8个台湾女性任内半当总算离开啊！外交部强调讲，会继续向澳洲来接触，而且了解案情。根据统计，从民国93年开始，台湾已经有超过20万人去澳洲做临时工度假，今年嘛有超18000人。我做滑雪场的 housekeeping 啊，然后肉场我也有待过嘛，然后或是番茄工厂，或是那种 office 的 cleaner， 就是那种办公室的清洁人员，我们都有做过。要去澳洲做临时工度假的民众认为，做临时工度假除了会当欠钱，嘛会当增加伫外口的生活经验。啊，毋过女性一定要特别注意家己的安全。要 fair work 的，好像就直接跟他检举就好了，而且他们一定很快就会派人处理吧。就是你跟他检举，而且你不会讲中文，他会问你说你需不需要翻译，然后他会派一个翻译在你旁边，然后帮你处理所有事情。针对台湾人去澳洲做临时工度假的人数真多，外交部提醒，做临时工度假要注意7项唔通违法的部分，而且嘛要注意职场安全，要甲厝内的人保持联络等等的5项原则。嘛提醒讲，若是发生紧急的状况，会当向外管来要求斗相共，嘛会当向澳洲边境工作监察署，还是边境工作委员会来申诉，保障家己的权利。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泰国签证的问题，在今仔日透早有变化咯。在今仔透早，泰国贸易经济办事处发表声明讲，为了要让申请人有准备时间，爱提供在日证明的新制度是迁到明年3月初1才会施行。不过，旅行工会也认为讲，爱提出在日证明根本就是把台湾当作是第三世界国家。呼吁外交部爱宣布讲停止泰国来台的免签犹太做犯罪，也讲无爱组团去泰国旅游。天顶拢是红点，详细一看，原来是天顶非常壮观。这是今年泰国清迈水灯节，吸引真侪台湾人。不过泰国办事处为12月初1开始实施泰签新制，必须要有在日证明。部分国内民众认为这降低到泰国旅游意愿。他现在就是还要叫你附财力证明，去那边玩还要财力证明，他就说我们去跳机啊，没事谁要去跳机泰国啊？泰签新制，旅客要提前线上申请兼附在日证明，引起旅游业大力反弹。礼拜3传出泰办可能取消签证申请新制，不过伫第一时间后进，伫短24小时内，泰办初5早起透过面册发出上新公告，指出新制会延后到明年3月才开始。外交部对于泰方上述新的这个措施呢，我们表示尊重，没有进一步的评论。不过旅游业者表示，就算只是延到明年3月，也无路用，强调泰签检附文件不止扰民，会增加旅游业入境风险。确实坚持实施新制，会抵制组团去泰国旅游。那如果他一意孤行，我们不排除发动抵制到泰国去旅游啊。泰国办事处强调，目前只有伫台湾申办泰签需要在日证明，去泰国申办落地签无需要在日证明，落地签免费，目前已经延长到明年4月底。记者综合报道。
真有名的网站飞机首网公布美军 B-52H 轰炸机测试对关岛安德森基地起飞，进入到台北飞航情报区，而且 B-52 轰炸机今年是有经过南海、东海几落摆，却是头一摆放报出来讲有进入到台北飞航情报区。真有名的航机追踪推特飞机首网，伫推特顶头写讲有2台美军 B-52H 轰炸机测试自关岛安德森基地起飞。进入台北飞航情报区了，过完头飞登去安德森基地。这是 B-52轰炸机今年团讲几多遍进入东海、南海，第一遍报道进入台北飞航情报区。对此国防部回应，对台湾周边空海峡拢有掌握，请个人放心。本部对于台湾周边海空域动态都可以运用联合勤监侦的作为，适切的掌握跟应处，这一点国人可以放心。B-52H 轰炸机战斗范围7700公里，一个人配备巡航飞弹甲hiệu步。自关岛空军基地起飞，只要3点外钟就了到台湾的周边。外界解读这段任务可能是实施攻击航线操演，甚至最近中国宣布禁止美舰访港，美国被展示一个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一方面，我们的选举快到了，那第二来讲就是说，好像是一个有公开的讲说有这样的一个情报披露出来，那我想这个多多少少都是针对的这个我们最近看到中美它贸易战这些部分。事实上讲，就是这两国在过招，那你出招了，我势必要有一个反制。虽然伫过去美国军机有几多遍飞过台海周边，不过这边因为总统的选举就要到啊，较敏感。军事专家讲，因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还阁伫咧继续进行，两个国家拢想要展示因伫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但唔免伤过解读。美军的军机应该只是例行的军事演习。国防部讲，运用联合情感情作为，对台湾周边动态拢有掌握。记者综合报道。选举伫要到啊，总统公办电视政见发表会也要开始啊，由媒体招候选人来参加电视辩论会。韩国路电影有派代表送委托书到公司，也呼吁蔡总统赶紧交委托书。不过总统蔡英文也回应讲，辩论是严肃的代志，也会参加。另外也强调讲，伊唔捌杨惠如，也反驳韩国瑜讲伊用网军假做上帝代志。公办的总统大选电视政见发表会就要举行啦。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定赢，积极伫咧准备，更加希望会当办辩论。由台北市关渡地强代表送委托书到公司，也抗议总统蔡英文唔敢辩论。又不是第一次选总统，我已经选了，这是第3次了吧？每一次我都是以很严肃的态度面对每一次的辩论哦，而且每一次的辩论里面，我也尽其所能的把我所有对这个国家治理的这种规划跟想法都能够讲清楚。蔡英文讲严肃面对辩论也会参加。对这份杨惠如网军的代志，蔡英文在这边强调讲杨惠如无熟悉，无就是无，是就事论事。对韩国瑜讲甲郭文铁热情就是被霸凌三兄弟，郭批评蔡政府和网军谎言上帝，做出反驳。赖院长不会想跟他做兄弟的啦。我觉得政治人物都一定会受到批评、攻击，甚至是抹黑哦。这个政府不是上帝哦，政府是服务人民的，人民才是主人。韩国瑜顶年的竞选广告，最近也以凭什么做主题，只讲民进党政府执政的问题，也讲民进党凭什么连任。民进党主席杜英台这是访问时阵也直接敲断去。凭国民党的候选人是韩国瑜，民进党就应该连任吧。这么民进党唔那是求连任，也积极辅选。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一早起就到马祖替立委候选人徛台，全力争取支持。伊也讲到伊行政院长任内核定台北港大桥的政绩，也强调马祖需要第2间航空来服务乡亲。华信航空正积极伫咧准备，未来正紧就能看到第2间航空飞马祖航线。记者综合报道。杨惠如的网军事件，国民党一再要求总统蔡英文要讲清楚。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认为讲，蔡总统若是用税金去饲网军，攻击对手，人民会有甚么款的感想呢？也副手张善政国讲，杨惠如明明就是蔡英文的网军。另外，朱立伦也讲，网军的力量是民主集体。
出席全国政府议长联谊会，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拍拼寻求各界的支持。针对杨惠如网军争议不断，韩国瑜下晡受访的时阵大力批评，认为网军无可能敢有一个人，而且要饲网军，个必须要有钱，大声质疑钱对得来。那既然是网军，基本上是数百人的规模。假设有500个下线的话，一个月要500万新台币。蔡英文总统是国家最高的领导者，如果用纳税人的钱来养网军，借着网军来攻击政治对手，这让台湾人民情何以堪？完全违法。检调起诉杨惠如造成政坛操控网军的争议，国民党指控民进党甲网军的关系。韩国瑜副手张善政佮讲，杨惠如就是蔡总统的网军。蔡总统当然需要讲清楚，问题是他没有办法讲清楚，因为明明就是他的网军嘛，你叫他怎么讲清楚？我说他是暗黑的力量，是台湾民主之耻啊！那我觉得他只是冰山的一角，我们一定要彻查到底啊！民进党不要这么急着切割。北检嘛发出声明，否认无对金流共犯的讲法，强调检察官已经把所有可能的线索进行清查。离选举愈来愈近，韩国瑜阵营积极期待甲总统蔡英文来辩论。韩国瑜证实已经接受公司的邀请。我非常乐意来接受辩论，我已经填了，接受公司的邀请来。所以就是不愿意到3日。还没有其他问题。韩国瑜认为，透过辩论，台湾人民会当明确了解后一任总统要甲台湾带往什么方向。但是，敢会接受其他媒体辩论邀请，韩国瑜是无愿意加做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杨惠如的网军案件引起热烈对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佮讲家己甲赖清德、郭文德是互网络防霸凌的3兄弟。不过郭文德认为家己是真无辜。另外，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也认为讲，政治人物若无防霸恶，就代表你无上救。唱支持者写的台语歌，选战愈来愈晚。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拼人气，要甲选民诱惑我。对最近争议真济网军攻击事件，测试韩国瑜自认家己甲赖清德，佮有台北市长郭文泰是网络防霸凌的3兄弟。宋楚瑜颠倒有无同款的看法？做政治人物的人，假如哪个不被黑的话，那哪还像一个奇才啊？不招人忌是庸才，是不被人黑啊？是什么？是蠢材。宋楚瑜的比喻是俄勒，也是咧暗示，然后外界家己解脱。但是，红合作3兄弟之一的郭文泰，却认为家己真无辜，因为这届伊无要选总统。我比较无辜是什么？你知道？我又没有选总统，也要被打。但2个要选总统，那是叫预期的风险嘛。像我这个没有的话，还被打。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只要出头就会棒打出头鸟，对不对？所以你想要当兄弟。没有，其实我跟老实讲哦，他要不是去选举，他跟我平常以前交情也不错。杨惠如我养的，天哪！杨惠如网军的争议一直咧看，背后的资金对来，世界拢有风声。台北市政府嘛点名，郭文泰指出，台北市一年1000多亿的预算，加上基金预算2500亿，无一定每一条拢会当真清楚。嘛承认讲会有漏高，但是强调因为公开透明，所以问题才会掠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苗栗通霄城北里，甲高铁的铁纪录是小隔壁。自2007年通车以来，居民拢爱互高铁的噪音交了。4年前，环保署公害纠纷裁决委员会认定高铁爱赔偿互26位里民833万8千块。不过高铁去拍官司一审胜诉，居民上诉，阁互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驳回。这块里民也批评讲，司法根本就是替这寡有权有势的人伫咧设想的。高铁若驶过正大声，耳仔拢爱捂起来。安尼就差动袂条困袂去。嘿啊，都弄遮小点，即马安尼佫无算大咧啦。自2007年高铁通车了，苗栗通宵地下北里的居民就互伊吵甲挡袂牢，有人是互伊吵甲袂困的，药仔拢食袂停。食到即马，但是弄有啦。2015年环保署公开纠纷裁决委员会依法裁决高铁应该赔偿26位居民总共833.8万。从国内陆上交通因为瞬间噪音两面离比发的第一例。
验国高铁主张采样不当，依照公害纠纷处理法第39条，提确认损害赔偿请求权无存在之诉。一审高铁赢，二审大量分期是驳回当地里面的上诉，上诉费里面负担，居民真受气。司法已经死了，事实上这种噪音跟我们的地理风水破坏，一些人死那么多，就在这几年死那么多，你们这个都有案可以查，你们政府是死掉了吗？反映认定高铁伫咧室内室外噪音拢无到法定管制标准80分贝，判高铁免赔。环保署是委托学者调查高铁沿线列车通过时阵的噪音，苗栗有87到92分贝。环保署是用瞬间噪音，验过法官依据的是陆上运输系统噪音管制标准。中央另外现场测得拢是无到上限80分贝。律师讲，除非是修法，若无官司可能判袂赢。这些病例无法跟是否是高铁每天过去所做一个连结。瞬间噪音的规定哈。那我们应该建议说，还要再下修。律师讲，居民以外人主张临片设施，要求高铁加设隔音墙。这么当地里民提出排除侵害的诉讼，希望司法会当维护因上基本的生活品质需求。记者综合报道。去年7月，远东航空一台波音 MD-82型的飞行机对偏误要飞到松山机场，要降落来时阵，发动机却向故障，好佳在是平安无代志。运安会上新的调查结果在今仔日出来咯。事故原因是因为引擎的叶啊，因为未堪力刷来断去，而且远东航空拢无照着维修经验的安全管理来行。远东航空也发表声明强调讲，因会遵照运安会建议，最近也会买新的飞行机来继续提供载客服务。去年7月，远东航空一架14年波音 MD-82型客机为偏误起飞到松山机场跑道附近的时阵，倒边引擎向阳失效，当时机顶有171人，好佳在飞机平安降落。经过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调查了后，结果出来，原来是发动机后片断气所造成。它的低压涡轮叶片第4级的叶片它断裂，导致它整圈的涡轮叶片都被打断。那导致它这个叶片断裂的原因，是因为一个高周疲劳的缘故。事实上，远航 MD 型飞行机老旧，常常出问题。今年1月为桃园飞去日本秋田，因为信号异常取消，影响179名旅客。3月桃园飞去长滩岛，降落时偏移跑道，机轮卡在草地。4月桃园飞去日本新社，阁因为机械故障，机舱内底没出乌烟，108名旅客是真惊吓。照原厂那边的建议是把这个检查的时距缩短，也就是说，它未来它会以增加检查频率的方式来避免类似的事故再次发生。远航是表示，为维护飞安提早执行适航指令检查，只是伫无达到检查勘站进前，依然发生失效，并不是媒体所讲检查无实在。而且事故发生了后，已经依据相关维修手册完成发动机一次性特检，结果正常，会遵行运安会改善建议。另外，远航也强调，这个月会购买2架 ATR 新机，明年3月购买1架，到时阵会有9架 ATR 飞行机提供载客服务。记者综合报道。昨昨暗时，有民众经过屏东万林溪边仔的人行道，有路顶的电线走出来，而且佫出灰青，该像是漏电佫受拍电。县政府透早先去把这搭围起来，唔互人挖过去。相关单位伫下晡去修理了后，认定是内部的电线出问题，才会漏电。路顶边的线路被风吹甲摇来喊去，挖警示牌时阵一直出现火光，也有声音。这种好亲像是漏电的状况，出现伫屏东万年溪边的人行道。确实暗时民众行到名贵之家，甲自路交界所在发现，质疑当地规排路顶可能弄漏电。工人是先被电到，没有人相信，他只是说靠那个铁的东西这样子去导电，稍微导电，其实就知道说有没有漏电，只是说它的漏电比较夸张，我们不知道说到底还有哪几个。承接警官定下工作人员讲，当时工作时也捌被电过，也佫提机去检测确定，按过无法度确认到底有偌济漏电。官府赶紧找台电甲相关单位检修，只是早起路顶无送电，要等通电了后才来调查。目前在找那个它漏电的原因啊，那我们也邀请相关的管理单位，现在正在了解当中啊。那因为现在没有送电，所以确切原因要等到差不多下午5点送电之后才会知道。会再做一次更详细的检测。是哪里漏？
目前推测，依昨天小镇资讯的网站，应该是这一支啊。官府表示，避免民众晚间已经用封锁线围起来，下晡送电后，确认是路顶本身管线出问题才漏电。初步者也有3个路顶拢有同款的情形。因为管辖单位属于屏东市公所，官府也要求公所伫上短时间内修好。记者综合报道。苗栗湾里甲台中大甲交界所在，140县道的北堤东路口有一个6公尺宽、甲车路分开的分隔岛，也就是造化岛。不过，这个所在发生真侪摆车祸，苗栗县工务处也决定讲要甲这个造化岛的面积缩小，让大家更加安全。上车路中央有6公尺宽分隔岛，你是搁闪袂过，不过暗时看袂清楚，就定定去弄到。上次也撞死了3个人在那，从那边上来的话，对，就是缩小啊，很危险，车道就变宽了，就不会这样子汹涌就。了解。很危险。这是苗栗县湾里镇甲台中市大甲区交界苗140县道北堤东路口已经发生过真侪件车祸，这造予当地人号做讨命分隔岛的交通设施。上严重的车祸就是发生在2016年，台中的一个医师甲企业家就要去拍骨老虎，经过这个路段的时阵，那像因为日头光伤插爆，佮加上超速，抓来去弄到分隔岛，造成2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苗栗县工务处计划甲分隔岛改较细，增加路面宽度。把这个草化岛的紧邻的道路呢，从6米宽我们拓宽到8米宽。民众反映讲，这个原本设计要分流的分隔岛，常常互人分袂清楚是要往苗140线道，还是要往台中大甲。佮加上分隔岛占车路的比例真大，常常来发生危险。建议也是拆掉改用漂线。不过工务处嘛是要向改善范围来规划。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话说分明，伫咧夏威夷的珍珠岛，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伫当地时间初4下晡发生枪杀案，除了共开枪的海军士官当场自杀身亡，佮造成3位一般员工，2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枪杀案的详细原因，相关单位正在调查。画面上就是开枪的海军士官生前服役的核动力长水艦哥伦比亚号，伊甲另外9隻长水艦以及10隻主力水面戰艦，攏以夏威夷的珍珠港為母港。根據外電引用夏威夷當地媒體報道，4號下晡2點半左右，也就是台灣時間5號早起8點半，當地當中的凶手對着正佇海軍造船廠第2巡塢工作的民間僱員開槍，造成2死1傷。隨後凶手當場自盡。The shooter is deceased, as well as 2 of the civilian shipyard workers. The 3rd civilian shipyard worker is in stable condition in a local hospital. 代志发生了后的几分钟之内，基地内部的海军单位马上将大门关起来，佮透过内部放送要求员工甲官兵疏散。差不多1點半鐘了後，狀況解除，基地重新開放。珍珠港開港營對溯到19世紀，南北戰爭了後，各受到軍方的重視。自世紀以來，美軍甲當地社區已經發展出真密切的關係。Generations of locals have worked in that shipyard, and the role that the shipyard played in World War II is pretty legendary. And the shipyard is well known for the amazing work they did then and the amazing work they continue to do. So this is certainly a tragedy for everyone here. 因为凶手已经自杀身亡，死无对证，所以伊的动机到底是随机杀人，也是针对特定目标开枪？要等军方、联邦甲州政府执法单位来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民众不满法国总统马克龙所提出的年金改革，包括法国铁路在内，有真侪公部门的工会伫初5发起无限期罢工，航空业甲劳斯等等的行业也做咧响应。除了交通受到严重影响以外，也有为学校也开始停课啊。民众伫车头看铁路停驶的资讯，法国国铁员工对当地时间初4暗时开始带头罢工。初5早起开始，全法国9城的车帮拢停驶。巴黎市中心16条地铁路线嘛，敢若剩5条有得驶。欧洲之车甲往回巴黎布鲁塞尔之间的大力士高速列車嘛，减少营运的车帮。Je viens de la ligne A, donc pas de métro en arrivant ici, mais bon, ça a été un partant de bonheur, ça a été. 法国航空是宣布取消3城的国内外航班。英国属地航空 EasyJet 嘛，因为地勤人员加日罢工，取消超过200个航班。而且经过乘客，班机可能会慢分。
老师、律师、医护人员、邮局人员、警察嘛陆续加入罢工。全法国预计敢若剩3成学校正常上课。法国各地上少有250起示威，请黄家的支持者嘛会加入，因为安尼，巴黎当局动员6000多名警察维持治安。 Et voilà, j'ai pas un magot sur mon compte en banque. Voilà, j'ai qu'un salaire de cheminot. Je suis agent de maîtrise à la SNCF. Voilà, je gagne 2400 € par mois et j'ai 39 ans de boîte. Bon, il n'y a pas. 调查显示，将近7成法国民众支持这道红叫做黑色拜士的无限期罢工，预计规模可能是1995年以来上大的一遍。记者综合报道。 香港立法会25位民主派议员伫初四提出联合动议，要求弹劾特首林郑月娥。因认为讲林郑月娥根本拢无伫咧插民意，就推测倒换条例，故在警方使用武力打压集会自由，认为伊已经是严重的违法。不过，政务司长张建宗甲一寡建制派议员却反对弹劾。这个动议佫需要全体议员2/3的人数赞成，才会当通過。 香港人咧本來都好支持對話㗎。6月分別有100萬人同埋200萬人咧和平上街，清晰嘅表達訴求，結果係點樣樣呢？一項講到香港民間喺咧反送中爭議期間嘅行為，一個港府所採取嘅應對措施。香港立法會議員輪流上台，為特首林鄭月娥嘅彈劾案發言。無視主流民意反對，強推備受爭議嘅法案，違反國際人道主義規準嘅 行為施行針對香港人嘅白色恐怖統治，5大訴求缺一不可，重組警隊刻不容緩，林鄭下台。按照現行規定，香港特首嘅任命彈劾嘅主權攏佇北京當局。因果佇基本法第73條第9項內面有講，立法會全體議員嘅1/4聯合動議，經過立法會通過，會當組成調查委員會。 但是調查委員會有夠嘅證據，會讓構成特首有嚴重違法或者是瀆職嘅行為等指控。但係立法會全體議員嘅2/3多數通過，就讓提出彈劾案，報請中央政府。25位民主派議員喺咧初時提出聯合動議，要求彈劾特首林鄭月娥。因果伫立法會少數過半建制派議員是反對，雙方無法度達成共識，喺初5早起繼續辯論。止暴制亂、恢復秩序，你林鄭月娥講嘅咩？係習近平 order 你做㗎，每個市民都好清楚啊，都好清楚香港發生緊乜嘢事。係因為我哋自細到大所學習嘅是非黑白唔見咗啊嘛。民主派議員認為，特首喺咧過去半年縱容警方濫用暴力，一個無國反對，硬是要影響禁和平法。甚至法官裁定相關嘅法案違憲嘅時陣，也個堅持要上訴，破壞香港嘅法治，對香港造成嘅破壞傷過多，希望讓經由彈劾和香港出現轉機。記者綜合報道。人講翁仔埔就要共心共命，所以來這條新聞，讓大家來思考一下。香港反送中抗爭也已經要半年啊，警察甲民眾嘅對立是愈來愈深。也發現講有一位小姐甲鎮暴警察交往要8年就要結婚啊，不過伊身軀邊嘅朋友卻是一直甲凍點，已經暫停籌辦婚禮。伊講雖然伊相信伊男朋友嘅人品，不過價值觀若是袂歹，恐驚也未久長。28歲香港查某人瑪麗是支持反送中運動的和平示威者。伊甲交往8年的男朋友明年2月就要結婚，場地訂好啊，手機買好啊，當地經是娘紗，但是因為對象是鎮暴警察，婚禮攏互親戚朋友反對，連因紅帖的業者攏表示無愛替警察辦喜事，伊只好先停落來，而且開始考慮敢要繼續這段關係。就其中一個啦，又同我講話佢有諗過唔嚟我婚禮咯，係咁嗰個係真係。仲親過我家姐嘅，唔想接你生意啊！嗰個又話你哋咁樣，我哋即係唔會嚟飲啊咁樣，係咯，你嘅婚禮唔係被祝福，係真係，即係因為你另一半係警察，係啊。過去半年來，香港對反送中產生出各種爭取民主的街頭抗爭，警方動用催淚彈強力執法，用警棍拍人，衝入去大學的校園，甚至佢用實彈把示威者彈著傷，讓市民對警察的信任完全消失。要求追究警察暴力的聲音愈來愈大。瑪麗雖然相信未婚夫的為人，無可能黑白用暴力，但是想袂到親戚朋友攏無相信，佮苦勸伊愛想好清楚，甚至有的朋友開始講伊無受交叉。
嘅。如果佢係見到警隊入面有呢啲事，而都係覺得你哋自己冇錯嘅話，咁你覺得我應該要諗下係咪即係同呢個人一齊啊？即係你哋個價值觀咁唔同嘅時候，即係經歷理大之後咧，我就同佢講係啊，一係就你走，一係就我走咁。馬麗講，現主事甲未婚夫嘅關係應該也是會繼續，因為兩個人攏真愛對方，但是嘛坦白講，已經無法度確定兩個人敢會當行到上尾。香港社會高度分裂，對這場辦袂成嘅警民分裂就看得出來。記者綜合報道。在咧去年，台南成大有一名查某研究生死伫學校內面的自傷室，凶手就是學校請地基設立的摒掃工人。在今仔日，台南地方法院一審宣判，認為設立的嫌犯抄打和害死被害者，甲判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成大也佇這個案件發生了後，佇校園內面加裝監控設備，也要求要請的人，無論是時間長短，攏要提供良民證。在1年前，台南成大女研究生死伫學校內社工院諮詢室，警方案發了，遂抓到人，是校內地基騙過的姓林的清潔工，伊也承認犯案，講是借錢借無才會殺人。不過台南第二審理了認定，伊是想要現金還死者被抵抗才會殺人，犯強制威脅而殺害被害人罪，處無期徒刑，並且褫奪公權終身。造成家屬難以承受之傷痛，且對校園安全造成重大危害，引起社會大眾恐慌，犯罪所生的損害甚重。且被告犯後說辭反覆不定，否認殺人的故意，企圖將責任轉移到 A 女身上，以資卸責。男人他已有認錯悔過之心。驗屍報告證明清潔工的口徑真高矛盾。法官認為，這名的清潔工造成家屬嚴重的傷痛，也危害校園的治安，最後做出這個判決。家屬透過學校回應講，一切由律師處理，希望趕緊恢復平靜的生活。整個校安的運作，我們有做了一個完整的檢討。那我們現在是所有聘任的人員，每個月都要去跟這個警察局做這些查證的事項。發生喺學校內，和學校請的地基清潔工猝死。成大地理署方全面檢討校園的安全裝置，預計喺明年有新系統，和校園的監控無死角。也講已經改變過去地基騙過工無需要良民證的方式，也負擔家屬經濟支持加心理諮商治療等相關費用，陪因行出傷痛。記者綜合報導。桃園中壢有一間幼稚園，家長指控講，中班的老師會對囡仔起骹動手，佮甲囡仔臉面，無就是甲掠起來切。桃園市教育局表示講，經過調查，這位老師確實有犯差做錯，佮會用話甲囡仔恐嚇，甲這間幼稚園罰10萬塊，也限制因一檔內袂當招生。囡仔倒佇塗骹板教保員替甲面照批身體也底地的現象，做出親像抱的舉動，囡仔馬上走離開。桃園市中壢區某一個幼兒園被家長指控中班生的教保員粗暴對待囡仔，互囡仔轉去了後大哭，調監時期發現教保員捌出現吃物件真粗魯、臉面者的舉動。像那個捏臉，前面是發生了什麼事？就孩子在玩啊，你捏我。A 捏 B B 捏 C 這樣子捏玩來玩去啊，暫停這樣，讓暫停。幼兒園無願意出面說明，只表示生地教保員為了阻止囡仔佚佗，才出現無適當的機制。不過有發布書面聲明指出，這教保員10月份常常請假到國小處理伊後生代志。國小老師的訪談造成伊情緒控管出現問題。11月事件發生了後，這班有5個囡仔無閣繼續來讀，幼兒園感覺真抱歉，伊協助家長將錢全部退還。我們經過查證，那該園的教保員鄭姓教保員的確有多次對幼兒不當對待的行為，以及言語威嚇的狀況。桃園市教育局表示，已經通報教育部，這教保員無責任，終身未當做教保服務工作。幼兒園無盡到監督責任，也處罰10萬塊，而且停止招生1年。記者綜合報道。
若是要考证照，上好是爱政府有认定的哦。因为中华人文科技创新国际协会防指控讲，因伫咧发假证照趁钱，包括爱通过国家考试的心理师、社工师等等，拢对外广告讲，包办考试若通过了后，就会当有证照。而在下晡，这个协会也讲，民间单位学术证照只是相关能力的证明，也无讲是官方的证照。因若是认知有订单，就会当全部退钱。拒绝不实广告。立委接到民众投诉检举，中华人文科技创新国际协会讲，因为甲 CIIP 国际认证中心来合作，若是经过认证考试了后，就当摕到咨询心理师、临床心理师、社会工作师等等500多张的证照，去互立委批评讲，这根本就是诈欺的行为。只要8个小时。他就可以取得2张证照，而透过包班的方式来上课，所以等于是老师帮他背书，让他考试完了以后就可以取得证照。2张4000块，4张8000块，就是这样子在做牟利啊！吼，他说你只要上1个课可以考4种证照，我觉得他把它混在一起了，让你以为说哦，你只要上个几十个小时的课，然后你就其中一样或者都可以来上，然后他更可爱是包班包课哈。三大职业工会理事长出面来批评，这个单位核发的证照无效，无经过国家考试，也是实习单位的时数，根本就无法度摕到。主管机关嘛表示，那这个单位本来证照无效，而且佫涉嫌违反公平交易法。如果有涉及到公平交易处理法的21条部分，就是他已经假借的政府的名义，使人民就是误认办理特定的资格考试的时候，我们就会移请这个公平会去办理。不过下晡协会有回应，强调讲协会是内政部立案的学术团体所核发的证书，民间单位的证照，强调讲学术能力的证明，不是要来当作官方的证照来使用。专业能力的佐证，它跟官方的证照是不一样的。然后他觉得，这个证照是跟他想的不一样，那退费绝对没问题。不过教育部已经要求把招生的广告提掉，劳动部嘛强调讲，所有技术师的证照核发的单位拢是劳动部，民间的机构无发照的资格。另外，卫福部嘛强调讲，咨询心理师、临床心理师，还有社会工作师的执照，若是想要摕到，需要透过国家考试，一般单位核发的证照是无效的。记者综合报道。美国 RCA 公司使用化学有机溶剂，所害着员工得癌死亡的案件，去年头一批529名原告，法院判决262个得到赔偿，另外246人发回终身审理。另外，这阵防看做也未有明显疾病员工，其实因的身躯顶真侪人拢规身躯拢病痛。下晡高等法院进行结辩，一寡受害者也前来声援律师，呼吁法院爱重视因的感受。而且因的伤害是年久为深的，爱赔偿的一个拢是袂当减。16岁进入 RCA 汉西电脑帮，李律师即马是规身躯病痛。伫 RCA 3、4年忍受有机溶剂污染的地下水地数后来流产，也阁一直发出真大的子宫瘤，最后只好提掉子宫。伫对抗 RCA 官司当中，以及患者手臂劣疾。无外显疾病，所得到疾病无符合现有研究暴露时间过短时组，被发回国院警审。你还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嘛？我不要任何东西，钱有这么重要吗？我重要的是健康，对不对？健康比什么还要重要，不是吗？包含李律师在内246名RCA 员工关怀协会会员，7月下晡来听警审结辩。四组会员虽然无死亡，或者是得到癌症，不过协助的技务律师强调，这员工明显身体权甲健康权受损。就有至少101人次的流产，甚至因此切除了子宫、卵巢、输卵管等生殖器官。我们的身体跟健康是受到非常大的侵害。谈工伤已经不只是在谈一个你工作以后具体得到什么疾病，我们要来维持的是我们的台湾劳工不分世代如何能够活得健康，这是今天 C 组的社会意义。RCA 案件在去年8月16宣判，519名原告会员中有262名确定判赔定验，其他246名继续打官司。结辩时，RCA 甲GE公司拢再提时效来做抗辩，质疑会员延迟真侪年才打官司，可拍算就官司定验的部分提出再审申请。RCA 公司也再度质疑四组会员并无提出具体诊断证明。记者综合报道。
这几年来，因为台铁的卡手无够，常常互旅客投诉。台铁产业工会在今仔日召开记者会，讲台北站今年正月到10月，互投诉案件就352件，其中上接互投诉的问题就是买票的对口是无够座位。工会也希望讲会当补到215人，才会当避免观光过热的情形。台铁售票大厅有真侪民众伫排队，站务人员真无闲，拢无休困。台铁产业工会早起开记者会表示，台铁台北站先有12个卖票所在，错定因为人无够，敢若开4个，甚至到交接班时间，敢有开2个，造成买票旅客是排甲落长，客数案件增加，观光卖票卖甲紧张。员工就一直处在一个过劳的状况，常常有人就是没时间吃饭，或是吃饭时间只有半小时，或者是来不及去上厕所。因为售票窗口的不足，所以我们的站的主管就会把服务中心的人力调去卖票。有一个伫加收票口的人员嘛讲，因为人无够，无得好好服务旅客，家己几落摆叫旅客卖甲口。我们要协助旅客进站，那同时要帮忙爱心旅客通报，甚至带爱心旅客去买票。那个时候只能把入口放空。根据台铁3工提供资料，更是今年1月份到10月份，台北站的客诉案件都有352件，是附近车站的3.5倍。其中上定向投诉内容，就是买票所在无够。那台北站今年虽然有用新人，不过2015年到今有39个人退休，55个人离职。根据1个以后来算，工会诉求，台铁应该增加台北站卖票的人，为即马161个人，增加到215个人。那早期窗口开比较多，是因为当时还没有超商取票，我们有做统计，差不多在对号列车的超商取票，会有40%的旅客都在超商取票。台铁局表示，台北运务单已经10月底到台北站做0点半点开协调会。答应调新进的营运人员8个，一部代理人3个，甲10个铁路特扣人员。目前已经有8个营运人员甲3个一部代理人调派到台北站学习，再有10个铁路特扣人员会伫这个月26到台北站学，来改善人力无够情形。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伫校园内真侪申请的过程拢不需要用纸本来作业，不过也有一寡较重要的文件需要亲身签名。交通大学主讲科也利用无人机送公文，无论是楼顶楼骹或者是校园头校园尾，这送公文的速度拢是平人较紧。无人机伫空中来回飞，详细看飞机顶也有一个装有公文的盒，这是交通大学的学校内。过去学校内公文拢是用人工送，这么用无人机送，那是新领域，送件速度也较紧。你可以不熟悉校园，也可以送公文，但是你也可以不用耗费这么多的人力。办公室通常都不会在1楼，所以通常你一个建筑到另一个建筑，通常你就是需要从譬如说从原本坐电梯下去，然后到另一栋建筑再坐电梯上去。那如果你用无人机的话，就可以达成说你直接从某个楼层直接到另一个楼层的公文递送，这样。公文无人机目前是伫学校内图书馆甲国大楼之间飞，只伫阳台设一个无人机停的所在，要飞进前设定好要去的所在，就算出来无 GPS 讯号也会当飞。透过电脑视觉方式，那它其实就可以说，我们去达成说 GPS 讯号不好的时候，我们就用视觉来去做辅助，来去达成说，无人机的定位。那接着我们就可以做导航，去导引说它在往室内或者进去室内的飞行。不过无人机送公文也是有载重1公斤以下，加天气的限制。未来无人机送公文，每一段只要3-5分钟就能完成，省时搁省力。记者综合报道。环保单位若是要去监察，就要结合科技。台南市环保局在透早甲真侪项的科学机器做一回展出来，有的物件是2-3项结合做一项，因的目的就是要互保守规矩的人束手就缚。行靠近热显像仪，马上就会使看到红红的一片，其显示温度。而这个热显像仪是放伫无人机的顶面，未来将会执行考察。除此之外，无人机顶悬阁有倒空气微型监测器，直接会当伫空中监测空气品质，查气违反嘛加了一项仪器。它的烟囱排放出来的温度是多少，或者是说它的烟囱不应该有排放的，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热影像去侦测它排放出来的气体，就可以判定说，它是有在运作，而且是有排放，然后甚至在搭载针对性的一些感测
sensor， 然后去感测说，它排放出来的物质是有害的或什么，然后再去做进一步的稽查。不管是土壤的监测器、水质的监测器，这些设备全部拢出现伫台南市环保局年中的记者会顶面。台南环保局是表示，目前科技执法的工作是已经进入科技办案的境界，要互污染是无得味。科学仪器的一个侦办过程当中，我们也大幅降低了那个存钱案件，大概降了6% 的部分。那整个空污的部分的话，大概也有达到大概3到10% 的一个污染物的一个减量的部分哦。台南市环保局是表示，旧年是利用 UAV 无人机发现违法气体，移送法办总共6件，户外燃烧104件，罚款总金额121万。另外，环检金连同客查总共16处，查到违反环保法规的案件总共34件，移送法办以及采取停工总共12件，就会使看出科技执法是有效得到成果。记者王正云台南报道。屏东县是真欠缺大众运输，不过县政府伫去年有推出5条公车式的计程车路线，坐一摆敢若10块尔。不过一年落来，平均每班车敢若0.11个人去坐。在今仔日，县政府阁推出2.0个版本，甲计程车加车牌拢家己改一个形体，希望会当互民众注意到。计程车开入去巷仔底，沿路停挖庙口卫生所。屏东县外围的村里大众运输无够。1年前，县府启用计程车公车，第2年增加国家侪站，然后把所有的所反映上的问题，我们把它归纳整理。我们路线并没有做太大的一个调整，但我们是在所有的节点上，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就增加了大卖场，那还有几个共融式公园啊，那还有几个增加的一个需求点。5条路线国家设立社区，也增加公园卖场等停挖站，希望国家侪人坐。因为第1年营运补贴357班，营运是1班4000班次，总载客量只个呐1606人，平均每一班只个呐0.11人坐，等于是出车10班次才载着1个人客。有民众认为辨识度无够是原因之一，以前站牌无啥好坐，也就是讲是计程车唔敢查。如果它是公车站的话，当然是可以看得清楚是公车站。那如果是小黄是有别的站，我就不知道了。我自己会开车。我自己也有机车，就这样啊。屏东市区我们也不是很远，我们是在闹区的地方。县府增加计程车、公车加站牌辨识度，互大家较好认，也比较接近无共路线用无共色。有的社区这地点也搁特别采指示牌下，各种方法就是希望增加能见度。不过这条路线一天来回班次只个6到10班，是毋是让去民众来坐，也该看卖咧。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让西丽老街的形体重新呈现出来，有学生的毕业作品模型就选西丽老街来做题材。这款作品就放伫西丽延平老街文化馆电视，希望会当让众人看到西丽水。看起来古锥的西丽戏院，也有这个西丽农村景象，这拢是中国科技大学建筑系学生用茶一块一块安尼搭，找材料豆豆出来的。廖家贤和张焕婷甲西丽桥头兵营、高架洋楼，也阁有西丽戏院3个空间做活化的设计，希望会使重新展现历史建筑，也互伊有现代的感觉。3借由行销生产的这个早期的农业行为下去做这个推污的这个再造的再利用。不管是少年农夫登来庄脚斗做事，或者是当地艺文中心复兴的方向，学生把这的作品当作是因大学毕业的作品，要表达因对西丽的感情。那西螺戏乐部分本身就透过它的展演功能去做一个农学艺啦。那它平常的功能呢，我们是设计为它跟村民是站在一起，是个村民聚会的场所。透过作品把西丽城市的面貌、甲特色表现出来，也让别人有机会更较真足啊欣赏西丽的水。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新山国小的学生伫咧采画茶箱仔，替鸟头鸟做收，要让树仔变少，找无树坑做收的鸟头鸟有所在通好大。小朋友真认真来测试采画箱仔，这是要做好鸟头鸟来休困生鸟仔囝的收。这10个茶箱仔是用无爱滴的茶帮做的。新山国小的小朋友斗相共甲改做鸟头鸟上温暖的厝。这个箱仔会挂伫台南市台东尖山鼻环境学习中心内底树仔顶，互囡仔观察鸟头鸟的生态，培养学生仔认捌自然、爱惜环境。
好，那其实江阳度假村就在学校的旁边哦。那在课程的搭配上面，其实我们有相当多的合作的机会。那刚好最近是这个猫头鹰的繁殖期哈，所以刚好江阳度假村的环境所也借这样子一个机会，办理这么有意义的课程，让我们的孩子一起来认识这个江阳度假村的生态。鸟头鸟平常时拢歇伫咧树仔顶，若是要生团的时阵，因会找树仔坑来做收。毋过树内面积若来若少，鸟头鸟要找到树坑来做收，嘛来若困难。这个插箱仔就会当甲因斗帮赞。所以咱用这个巢箱来替代伊的树洞，安尼互咱即摆猫头鹰伫繁殖的时阵，它袂伊的幼雏会发生危险。所以因为这是一个咱会面临的环保问题啦，这个环境问题。尖沙咀水库的生态资源真丰富，鸟头鸟伫逐年的11月到过当年的4月是生团的季节，学生仔每年都会当看到鸟头鸟仔囝伫箱仔内底咧讨食的古锥模样。记者综合报道。南韩宣布讲，明年日本的东京奥运会针对因的选手食食的物件随行去检验，敢有受到核能灾害污染，甚至讲会家己炸菜色去煮，安尼才会安心。另外，伫东京车头也反恐怖攻击的训练，为着奥运比赛，各部会拢开始无用啊。明年东京奥运，南韩奥会考虑到食品安全的问题，计划要买辐射侦测器，针对代表团伫奥运期间可能会食到的食物来侦测，嘛按算讲要送家己国家的食材去日本，互选手毋免烦恼讲会去食到2011年福岛核灾了后可能有污染的在地食品。 한국으로부터 식자재를 공수하기 위해서 가능한 많은 부분을 가져가겠지만 정유계라든지 또 생선처럼 통관이 까다로운 부분은 가공식품 형태로 가져갈 생각입니다. 안전하게 방사능 검사를 완료 후에 안전한 식자재를 공급하도록 보완책을 만들겠습니다. 明年3月份，东京奥运的盛会会拄福岛关卡球国练中心来出发，这离福岛核一厂仅20公里。日本环境省测试表示，附近停车场有部分区域空间的辐射量较悬，已经要求东京第二公司各自己来消毒辐射污染。伫日本东京车头，拉布拉多甲米格鲁等等的情况狗，当地咧跳票的出入口附近来骗旅客。这是为着明年东京奥运所进行的演练，除了反恐怖以外，嘛想要了解伫咧真无用的交通系统的时阵，进行安检作业的时阵，爱想办法莫造成受大的干扰。目前预计奥運期間會加出60萬人來東京。申し上げました通り、旅客の流動性ですとか、お客様がどういうふうに思われたのかということをよく分析した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伫咧11月份，男子马拉松确定甲比赛所在刷去北海道札幌来举办。东京奥运组委会测试宣布，女子马拉松所有的招标项目全部嘛对咧刷过去。也就是讲，明年8月初6到初9连续4天，这挂比赛拢袂伫东京行路来出现。这嘛是国际奥会、国际电总甲东京奥运组委会等等协商真济届会谈了后所做的决定。上主要嘛是烦恼讲，到时阵的温度伤悬，可能会去影响到选手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 咖啡泡出来咖啡泡有虾米款的用途呢？正有一间素食业者甲汽车业者合作，甲要拼掉的咖啡泡变做是车顶的壳。为虾米会当遮尔神奇呢？咱做伙来看。把材料倒入去机器内底进行处理，就变做会当塑形的车顶壳原料。素食业者麦当劳甲汽车业者福特合作，把香料甲磨出的咖啡汁甲塑胶篮做伙，做成汽车车顶壳。 And here's the headlamp housing that the coffee chaff goes into. It's at the 20% level. And here is where the light sources come through. It's sealed with a clear plastic front, and it's all glued together. And the important part about the new material is that it has higher heat properties. 这种新素材做出来车顶壳，比较早传统的塑胶顶壳轻20%。制作的过程当中，佫会当减用25%的石油资源。 另外，伫内这个条件，新素材内这度嘛比纯塑胶的产品较悬，袂互车顶壳变形。这毋是福特头一摆用实物来制作汽车零件，伫2011年就使用大豆相关废弃物来做椅子，佮有其他可塑性的材料，亲像是麦仔、椰子甲柑仔蜜，嘛陆续互用伫制作汽车零件。 These are some of the sustainable materials that we've implemented previously at Ford. In this container is wheat straw, and we've used this to reinforce plastic bins in some of our vehicles. Here is bamboo fiber. We're experimenting with bamboo fiber really for our Asian market. It grows incredibly fast. 福特可塑性材料部门的主管认为，
未来因会继续开发会当利用的废弃物做汽车零件，用环保而且会当再生的材料制造公司所有的产品。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清查安怎安排？来看气象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4度到17度。中部地区对15度到17度，南部地区对15度到19度，东部地区对15度到20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1度到19度。又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的最后，也带恁来到美国纽约看因圣诞节的街景，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马仔看的时间，咱再会。